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会颠覆你健康观念的秘密。有一个习惯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如果你忽略了它，很可能会让你一辈子都在与疾病缠斗，痛苦不堪。如果你现在就想关掉这个影片，那你很可能会错过一个连现代西医都无法完全解释的养生奥秘。这个方法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，却能够帮你避免糖尿病、大肚腩、失眠等现代文明病的纠缠。想象一下，10年后的你可能正在医院里排队等着抽血检查，医生告诉你血糖指数又升高了，需要开始服药控制。或者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住，白天精神萎靡，工作效率低下。又或者你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越来越突出的小腹，感叹岁月不饶人，却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在每天3餐之后的那短短10分钟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结晶。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饮食入胃，由益精气，皆属于脾。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要靠脾胃来消化吸收，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精气。如果饮食习惯正确，消化系统运作良好，那么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会安然无恙。这不是什么玄学，更不是迷信，这是经过数千年验证的中医智慧，在现代科学的解释下更显得珍贵无比。今天这个影片，我要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你这个被现代人遗忘的养生宝藏，以及它如何在短短几周内彻底改变你的身体状况。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的内容将会打破你对健康保养的既定印象，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。让我们先看看现在台湾人的生活方式。吃完饭之后，你通常会做什么？是不是立刻来杯手摇饮，然后舒服地躺在沙发上滑手机，或者马上投入工作，弯腰驼背地对着电脑荧幕？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，正在一点一滴地摧毁你的脾胃功能。每一次饭后的错误姿势，每一杯冰凉的饮料，都在对你的消化系统造成无形的伤害。从西医的角度来看，饭后立即坐下或躺下会影响胰岛素的分泌，导致血糖波动，长期下来容易形成胰岛素阻抗，进而引发糖尿病。同时，食物在胃中得不到充分的消化，会增加胆固醇的堆积，形成脂肪肝。但中医的看法更加深刻。中医理论认为，脾为后天之本，脾胃是我们后天体质的根本。如果脾胃功能虚弱，就会导致气血不足，进而影响全身的健康状况。现代人之所以容易疲劳、免疫力下降、新陈代谢缓慢，很大程度上都与脾胃功能的衰退有关。我记得邻居刘阿姨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她每天饭后都有个习惯，就是来杯冰凉的茶饮，然后坐下来看电视。结果呢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她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经常感到腹胀、打嗝，晚上还会因为消化不良而影响睡眠品质。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其实很常见，只是大家都习以为常，不知道这些小习惯竟然会对健康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。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方法，就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，重新唤醒你身体的自愈能力。现在我要向你揭露一个古老的养生秘密，这个方法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，却有着惊人的效果。准备好了吗？一个简单的姿势，饭后靠墙站立10分钟，效果胜过走1万步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？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，这个方法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，同时也得到了现代医学的证实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站立这个动作能够有效地运转脾胃功能。当我们站立时，肌肉会自然收缩，这种收缩动作能够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，帮助食物更好的消化吸收。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动则生阳，阳生则脾健。意思是说，适当的运动能够生发阳气，而阳气充足了，脾胃功能自然就会强健起来。但为什么要靠墙站呢？这里面有更深层的道理。靠墙站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姿势，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脊椎的正确排列，让气血能够顺畅的在经络中流动。
同时，这种姿势还能够刺激背部的兜膜和膀胱经，这两条经络与我们的消化系统息息相关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分析，饭后站立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生理效应。首先，站立能够增加肠胃的蠕动，重力的作用加上肌肉的收缩，能够帮助食物在消化道中更顺畅的移动，减少食物在胃中停留的时间，降低胃食道逆流的风险。其次，站立姿势能够改善血液循环，饭后血液会大量集中在消化系统，如果立即坐下或躺下，会影响全身的血液循环，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和血糖波动。而站立则能够促进血液的正常流动，帮助身体更好地处理刚刚摄入的营养。第三，这种姿势还能够稳定血糖水平。研究显示，饭后轻度的站立活动能够有效降低餐后血糖峰值，对于预防糖尿病具有重要意义。更重要的是，靠墙站立还是一种很好的姿势矫正方法。现代人长期坐办公室，很容易出现驼背、颈椎前倾等问题，而靠墙站立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找回正确的身体排列，缓解因为长期不良姿势而造成的肌肉紧张。这个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简单性，不需要任何设备，不需要特殊的场地，只要有一面墙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，而且10分钟的时间既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安排，也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。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台北一位知名的中医师陈光维医师，他在行医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很特殊的病人。这位病人姓林，是一个40多岁的商人，生意做得很大，但身体状况却让人担忧。林先生长期应酬，饮食不规律，加上工作压力大，逐渐出现了典型的代谢症候群症状，大腹便便，血糖偏高，经常失眠，精神不振。林先生来找陈医师时，已经看过很多医生了。西医建议他服用降血糖药物，并且要严格控制饮食，但林先生的工作性质让他很难完全按照医生的建议执行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他感到困扰。陈医师在详细诊断后，发现林先生的主要问题出在脾胃功能的紊乱，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消化系统。但令林先生意外的是，陈医师并没有开什么复杂的中药方子，而是告诉他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：饭后靠墙站10分钟。林先生一开始很怀疑，这么简单的方法真的有用吗？但出于对陈医师的信任，他决定试试看。第1周，林先生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变化，只是觉得饭后不像以前那样昏昏欲睡了。第2周，他发现自己的消化似乎改善了，饭后不再有那种胀满的感觉。第3周，最明显的变化出现了，他的睡眠品质大幅提升，晚上能够很快入睡，早上醒来也感觉精神饱满。1个月后，林先生再次回到陈医师的诊所复诊，这次的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，他的腰围减少了5公分，血糖指数明显下降，整个人看起来气色红润，精神奕奕。林先生激动地对陈医师说，这个方法比药还有效，免费却无价。他说，这个简单的习惯不仅改善了他的身体状况，更让他重新认识了中医的智慧。陈医师告诉他，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精髓所在，不是等到疾病发生了才去治疗，而是在疾病还没有明显症状的时候，就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预防疾病的发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。我们的身体有着惊人的自愈能力，只要给它正确的引导，它就能够重新找回健康的状态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更深层的概念，那就是中医的治胃病思想。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《黄帝内经》中，意思是说，最高明的医生不是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，而是预防疾病的发生。如果你不重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，将来很可能会面临提早衰老、疾病缠身、生活品质下降的困境。现代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慢性病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养生细节。台湾有很多传统的养生习惯，
其实都蕴含着深刻的中医智慧。比如说，很多老一辈的人习惯早上喝粥，这不只是因为粥容易消化，更是因为粥能够温养脾胃，为一天的消化工作做好准备。又比如喝草本茶的习惯，不同的草本植物有不同的功效，能够根据季节和体质的变化来调理身体。还有晚上泡脚的习惯，这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身体放松，为优质的睡眠做准备。这些习惯看似平常，但背后都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。中医认为，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各个器官之间相互影响，相互制约。脾胃作为后天之本，它的功能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器官的工作效率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饭后靠墙站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实际上是在调节整个身体系统的平衡。它不仅仅是在帮助消化，更是在启动身体的自我调节机制，让各个器官能够协调工作，维持最佳的运作状态。这就是中医与西医最大的不同之处。西医往往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哪里出问题就治疗哪里，而中医则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健康问题，认为身体的任何不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整个系统失衡的表现。因此，中医的养生方法往往看似简单，但效果却很全面。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善。这就像是蝴蝶效应一样，微小的改变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往往被各种复杂的健康理论和昂贵的保健产品所迷惑，反而忽略了这些简单有效的传统方法。其实，真正的养生智慧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发现和实践。所以，不要小看饭后靠墙站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健康习惯，更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积累的生命智慧。现在，让我来详细教大家如何正确的进行饭后靠墙站。记住，如果姿势不正确，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还可能对腰部造成伤害。首先，选择一面平整的墙壁，墙面要前进，没有突出的装饰品或者开关插座。然后，请按照以下步骤来进行。第一步，背部完全贴紧墙壁。注意，不是只有肩膀贴墙，而是整个背部，从后脑勺到臀部，都要与墙面充分接触。这个动作能够帮助你找到正确的脊椎排列。第二步，脚跟距离墙壁大约一个拳头的距离，脚跟要轻轻接触墙面，但不要用力压迫。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脚尖微微向外，保持自然的站立姿势。第三步，调整头部位置，头部的后方要轻柔的贴着墙面，下巴微微内收，眼睛平视前方，不要抬头，也不要低头，保持颈椎的自然曲线。第四步，调整肩膀，鱼膀要自然下沉，不要耸肩，也不要刻意向后拉。想象你的肩膀像水一样，自然的垂落下来。第五步，腹部微微内收，不是用力收腹，而是轻柔的启动深层的核心肌群，让整个躯干保持稳定。第六步，调整呼吸，采用自然的腹式呼吸，吸气时腹部微微隆起，呼气时腹部自然回缩。呼吸要深而慢，每次呼吸大概持续4到6秒钟。站立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把这当作一种站立式的冥想，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时间上，而是专注于感受身体的变化。你可能会感觉到背部肌肉的轻微活动，或者腹部有温暖的感觉，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在站立的过程中播放一些轻柔的音乐，或者进行简单的冥想练习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像一棵挺拔的松树，根深深地扎在地下，树干笔直地向上生长，树冠在天空中自由地呼吸。这种想象能够帮助你放松心情，同时促进血清素的分泌，让你感到更加平静和愉悦。在站立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感觉到气血在身体中的流动，这是一种很微妙但很真实的感觉。中医认为，当我们的姿势正确，心情平静时，气血就能够在经络中顺畅的流动，这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和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。10分钟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刚开始的时候，
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不习惯，甚至会感到无聊，但请坚持下去，因为这10分钟对于你的健康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投资。记住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运动，更是一个让身心重新连结的过程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这10分钟的静止时间，可能是你一天中最宁静、最有疗愈效果的时光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给大家一个严肃的提醒，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影片后，还是继续你原来的生活方式，那你就等于白白浪费了365天的健康改善机会。每一天，你的身体都在默默地承受着不良习惯带来的伤害，每一次饭后的错误姿势，都在一点一滴地削弱你的脾胃功能。时间不等人，健康更不等人。今天不开始改变，明天就会后悔莫及。但我也想温柔地告诉你，改变其实可以很简单，你不需要花大钱买保健品，不需要进行激烈的运动，也不需要完全改变你的饮食习惯，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改变。饭后靠墙站10分钟，就能够为你的脾胃健康保驾护航。饭后靠墙站不只是一个养生的小技巧，更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珍贵智慧。在这个充满压力和诱惑的现代社会中，我们更需要这种简单而有效的自我照护方法。这个习惯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它能够让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短暂的停顿点。在这10分钟里，你可以暂时放下手机，放下工作的烦恼，专注于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这不仅仅是在调理脾胃，更是在滋养你的心灵。记住《内经》中的这句话：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意思是说，当我们的心境平和，精神内敛时，真正的元气就会在体内运行，疾病自然就不会找上门来。从今天开始，让饭后靠墙站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吧。也许1周后，你会发现消化改善了；也许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精神状态好了；也许3个月后，你会发现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。健康是一生的财富，而养生是一辈子的功课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个小方法，能够为你的健康之路点亮一盏明灯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分享，让更多人受益。我们下次再见。